皇上口谕，皇上口谕。即日起，冯昭仪去皇家永寿寺休养，钦此。谢皇上，公公慢走。走。太好了！下完了，去了永寿寺就等于永无翻身之地了，娘娘。你瞎说什么呢？赶紧收拾衣服去。娘娘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？你等于被皇上彻底遗弃了。哎呀，你傻吧你？这里有什么好的？这里男人跟男人斗，女人跟女人斗，男人跟女人还斗，天天斗来斗去的，就是为了一个臭男人。你看我天天穿成这样，跪来跪去的，我膝盖都跪肿了。现在能去永寿寺，那真的是各路神仙显灵了，显灵娘娘真的疯了。娘娘，我扶您坐下。娘娘，请坐下吧。国师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个是我专门为你调制的丹药，请先服下。谢谢啊。搬过来。好，娘娘，那我现在给你医治，请你转过身去。娘娘，医治完毕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的病情除了药物，还需要大量的阳气注入。每天傍晚是阳气最强的时候。从今日起，我会每天为你治疗，大约半个月吧。我想你的病就会好了。那好，娘娘，您先休息。哎，不是都说过了吗？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冯峰或者妙莲都行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国师。太舒服了。娘娘，你的病又好了。